到地的时候要怎么样？围地哦。好，围地叫做啾。啊，什么 s？ 无有 das。如果你要问阿公你要去哪里呀？你可以说有 das 母萨属以怒。马努就是米棍，你在吃什么？那你要告诉我。牛散步马面上。散步马面进门面，我在吃腌肉。散步马面，古类啦，咖喱比，还弄咖喱呀？好了，换你。蜜，厉害哦。哈？哦，我还亮，你要说。这个怎么念？他这一次念得很清楚啊，你看看。哇，这个就是苎麻线呢，你看，这就是那个苎麻，这个叫做乳盖。啊，这个它有高脚，然后它还有防暑板，所以它比较高，所以我们要用楼梯上去。好，来，你们每一个人去摸一个看看，轻轻的，轻轻的，来，它有什么感觉？有刺刺的感觉，毛毛。好，毛毛。好弄是马管啦。我们都架起来个。赶快去拿。对，拿起来。好，这边得分哦，得1分哦。Susa